今次去到僑城東創意文化園，位於深圳嘅南山區，有濃厚嘅文藝氣息。精緻嘅餐廳，特色嘅 coffee shop， 文青推介嘅舊天堂書店，黑膠聖地，復古色彩，仲有特色嘅小店，咁多精彩嘅內容開始啦！地鐵僑城東 A 站出口，向後邊嘅方向直行。建議咧開個高德地圖嘅 Apps， 跟呢個指示咧，好快咧就揾到。華僑城嘅創意文化園係一個免費嘅入園區，入去咧已經感覺到咧有濃厚嘅藝術氣息。地標打卡嘅位係位於入口處嘅深圳牆。深圳兩個字咧就係以誠藝編織出嚟，好有呢個特色。舊區翻新文創區，佔地15萬尺，分呢個南北兩區。南區咧以特色嘅餐飲、咖啡店、市集為主。北區咧就係有呢個藝術嘅展覽、表演場地、美術館同埋圖書館等。當中咧以呢個山池咖啡咧最為吸引。佢嘅風格咧跟呢個園區統一，空間咧都好大，仲有呢個戶外嘅座位。多款嘅風味咖啡都係由20蚊人民幣起。飲食方面呢，園區內呢亦都有唔少嘅選擇。園區呢亦都有好多打卡休閒嘅位置，同埋呢個 coffee shop。咖啡店呢真係好多啊，可以呢 hea 一個下午。哇！呢一間花園餐廳呢都好有特色。沿路呢亦都有好多嘅酒吧。北區呢就呢個網紅文青大力推介嘅舊天堂書店。面積呢唔算好大，但係佢裝修呢就充滿復古懷舊感。集呢個書店、黑膠唱片店同埋咖啡館於一身，係一個文化嘅空間。戶外嘅位置呢，亦都有呢個長凳啊、長椅啊，同埋種植咗好多嘅花草樹木。書店內亦都連接咗一間音樂嘅餐廳。週末或者假期呢，都有文青歌手喺度演出，氣氛呢好寫意。北區呢都有好多特色嘅小店。
亦都有咧露天休閒區。如果咧行到攰咧，都可以小休片刻。呢一區咧亦都有唔少好漂亮嘅特色咖啡店。呢一間咖啡店咧，感覺咧都好唔錯，好似好舒服咁啊！周圍咧嘅感覺咧都好 chill。又有咧好多唔同特色嘅小店，嚟到呢一度咧，一定唔會悶。實會有一樣嘢咧啱你睇嘅。呢邊咧亦都有個 market，入去望下先。主要咧都係售賣一啲嘅文創貨品，都幾有特色㗎。好有呢個文青 feel， 沒有土味。自家製嘅飾物都有，隔籬呢仲有一間豆腐，係一間創意豆腐嘅小吃店。全部嘅價格呢都好相宜。又適合咧拍照打卡，一場嚟到打下卡先。總括咧，呢一間創意文化園呢係一個文藝嘅集中地，飲食嘅選擇又多，仲有好多特色嘅咖啡店。超一個下午呢都冇問題，大家呢亦都不妨呢去行下。好啦，今次嘅分享完啦，下期見，拜拜。